達到1045噸，連續第3年過千噸。陳星豪話：各國央行買金亦都成為黃金需求嘅增長動力。佢哋有一啲叫外匯比咧，就係持有美債嘅比例同埋持有黃金比例。咁過去咧呢段時間係好似9月頭，就佢個持有黃金比例係多過持有美債添嘅。即係意味着咩咧？就係央行世界嚟講都寧願揸黃金。年頭因為佢個減息係預期係都係2次3次左右，咁所以其實減得慢。咁相對之下咧，對於嗰個美債嘅吸引性低啲，所以咧論避險程序嚟講咧，其實啲人想寧願買黃金，升值空間更加大。對於黃金後市，陳星豪唔建議短期高追，長線就保持樂觀態度，但強調投資始終涉及風險。短期係60日內啦，即係2個月時間嘅話咧，我就唔建議依家追住嘅。其實係特別係因為過往咧，其實有啲大概歷史記錄咧，就係當減息之後嘅60日內，黃金嘅升幅咧大概就6% 左右。其實依家已經滿足咗啦。長線嚟講咧，我哋睇法都應該會再升嘅，因為始終整體嚟講，美聯儲都仲跌緊，仲係幹緊個利息，就都仲有好大空間俾黃金可以升多一少少嘅。